在歷史的長河裏，有些愛情讓人向往，又有些愛情讓人不可言。因為它不是成全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向幻滅。今日嘅故事係一個王同一個從不對他笑嘅女人，周幽王同褒姒。那時嘅西周已經走向衰亡，王權動搖，諸侯戰強，天下表面平靜，實質暗潮洶湧。而幽王並唔關心呢啲，佢沉迷享樂，遠離朝政，直到嗰一日，佢見到褒姒。佢並唔係嗰種張揚嘅美，佢嘅美係冷嘅，就好似夜裏嘅月光，就好似觸不到嘅霧。佢安靜疏離，對一切都沒有情緒。而正正就係因為咁樣，幽王動咗心。佢見過太多取悅佢嘅笑容，但係從來未見過一個人對佢無動於衷。嗰種距離感讓佢無法自拔。佢開始接近佢，封佢為妃，賜佢榮華，將最好嘅一切都俾咗佢。但係褒姒依然唔笑。佢睇住呢一切，就好似睇住一場同自己無關嘅戲。幽王開始不安，佢唔再只係鍾意佢，而係希望俾佢看見。於是佢用盡一切嘅方法，宮廷歌舞、奇珍異獸、金銀珠寶，甚至讓人表演各種滑稽嘅戲碼。但係佢嘅表情始終無變，係一種令人絕望嘅冷。越係咁，幽王越係沉。佢開始懷疑係咪自己仲唔夠呢？係唔係整個天下都仲唔夠呢？呢個時候，有人提出咗一個建議，一個改變歷史嘅建議。如果要去笑，不如令到整個天下動起來。幽王呆咗一呆，然之後笑咗。佢下令點燃烽火。烽火係國家嘅最後防線，只有喺敵軍來襲嘅時候先會點燃。嗰一晚火光衝天，各地嘅諸侯見到信號，以為國多危急，即刻帶兵趕來。鐵馬奔馳，塵土飛揚，整個天下就為咗呢一束火光而動。但係當佢哋到達嘅時候，一切安然無恙，冇敵人，冇戰爭，只有宮牆之上一個女人輕輕地笑了。嗰一瞬間，幽王覺得一切都值得。嗰一笑令佢徹底沉入。從嗰一日起，佢開始重複呢個遊戲，一次又一次。烽火燃起，諸侯趕來，再一次被欺過。有人憤怒，有人沉默，有人開始不再相信。但幽王唔在乎，佢淨係在乎佢有冇笑。而褒姒亦都開始改變。佢話佢一開始只係旁觀，但漸漸地佢開始期待。期待嗰一刻，天下為佢而動，萬人為佢奔波。佢嘅笑越嚟越輕易，而代價亦都越嚟越重。信任被一點一點耗盡。當烽火再次燃起嘅時候，諸侯開始遲疑。再後來佢哋唔嚟到，但幽王冇察覺。或者話佢唔願察覺，
因為只要佢做到笑，一切就唔再重要。直到嗰一日，真正嘅敵人來了，不方血肉，大舉入侵。呢一次唔再係遊戲，成個塵煙四起，戰鼓震天，敵軍壓境，殺氣逼人。幽王驚啦，佢再次下令點燃烽火，火光再次衝天，就好似過去一樣，照亮夜空。第二次世界安靜得可怕，冇馬蹄聲，冇軍隊，冇任何人趕來，因為冇人再相信。嗰啲曾經被戲弄嘅人選擇咗沉默。幽王企喺城牆上面，望住遠方。嗰一刻，佢終於明白，佢唔係輸咗俾敵人，佢係輸咗俾自己。佢為成個天下換來咗一個笑容，但係真正需要天下嘅時候，失去咗天下。城門被攻破，王朝崩塌，宮殿燃起大火，曾經嘅繁華化為灰燼。幽王死喺亂軍之中，而褒姒那個令佢傾盡一切嘅女人，亦都喺戰火中消失。冇人知道佢最後係咪仲笑着，亦都冇人知道佢係咪曾經愛過佢。呢段愛情冇誓言，冇結果，只有一個殘酷嘅事實：有啲愛唔係救贖，而係深淵。後嚟記住咗呢段歷史，烽火戲諸侯，但真正應該被記住嘅，或者唔係嗰場玩笑，而係當一個人將愛變成執念，將權力變成遊戲，當信任當成可以消耗嘅嘢嘅時候，咁幻滅只係時間嘅問題。呢個就係周幽王嘅故事，亦都係一段從愛開始而滅亡結束嘅悲劇。